大家好，買樓唔簡單，最緊要識揀。我係 Vincent，今日帶大家嚟到珠海嘅唐家高新區，睇一個咧質素非常高，而且擁有超級無敵靚景嘅項目，就係人行濱海灣啦。呢個項目咧總結嚟講有幾大賣點嘅。咁首先佢係坐擁唐家片區最靚嘅4重嘅景色，包括有河景、山景、公園湖景同埋無敵海景。擁有咁出色嘅景觀咧，呢個項目可以講話係獨一無二，整個香洲區只有呢個項目先至可以做到嘅。咁除咗之外，人行濱海灣亦都同佢好多嘅人行嘅地標項目一樣，佢個質素做得非常之高啊！咁如果你預算相對鬆動，又想買一啲咁靚公園景，而佢交通亦都比較方便嘅項目咧，人行濱海灣值得你嚟到現場去對比下。咁而接落嚟嘅五一假期咧，呢啲項目亦都係相對嚟講有啲大型嘅活動喺進行當中嚇。想買平嘢執筍貨就一定要睇到最後啦。咁稍後咧會同大家睇一睇佢95平方嘅3房啦，115平方嘅4房，同埋140平方，同埋160平方呢啲大積同埋擁有超級靚景嘅示範單位，一齊跟住鏡頭，我哋一齊去參觀下。你諗住喺大灣區買樓退休，有冇諗過層樓啱唔啱你？有乜嘢地方需要留意？作為新手，做足功課先係對你最大嘅保障。我哋準備咗一份大灣區置業房中服指南，一次過話俾你知點樣揀樓、點睇文件、資金點樣過數，仲有最新嘅購房政策都列埋俾你。想攞到呢一份指南，好簡單，立即 WhatsApp 聯絡我哋，打指南2個字，即刻免費送俾你，幫你避開所有嘅置業陷阱。觀眾朋友，而家嚟參觀呢個係96平方嘅3房2廳2廁嘅單位啊！好，咁入嚟咧就到達我哋嘅玄關嘅位置。咁喺門口嘅我哋嘅右手邊咧就預留咗呢一個位置啊，做玄關櫃。咁同埋呢個都係交付標準嚟㗎嚇。咁下邊放鞋啦，同埋可以放拖鞋咧，亦都有2個櫃桶可以擺放啲雜物。而上邊咧就做咗一啲雜物櫃嘅嚇。OK， 咁再入嚟咧就到達我哋嘅客飯廳。咁同客飯廳相連咧就係我哋嘅廚房啊。先參觀咗我哋嘅廚房嗰部分先。嗱，個佈局上邊咧對住個明窗就係我哋嘅一個大嘅星盤啊，而且個用料咧非常之靚。第一個係用 Flanker 嘅一個牌子啦，咁同埋呢種亦都係用咗抽拉式嘅一個水龍頭啊，非常之質感唔錯嘅啊。咁我哋呢一個側窗咧亦都可以透過呢個鏡頭咧望到部分嘅公園景色同埋一啲遠處嘅海景。喺個島嶼嘅嗰個位置咧就係屬於奇澳島啦嚇。雖然咧個窗唔係好大，但係咧我哋透過呢啲樓宇同埋樓宇中間嗰啲空間咧，獲得一個相對遠嘅視野嘅。咁再過嚟就洗廁位啦、爐頭位啊。咁再者就係喺我哋嘅面前亦都有一個擺雙開門嘅一個雪櫃嘅位置。喺90零方嚟講咧，呢一個開間咧都係非常之唔錯。咁再出嚟咧就到達我哋一個餐廳一部分，4人餐台。咁同埋咧佢借用咗呢一個牆身嘅位置咧，就做咗個餐邊櫃去加強翻我哋整體一個廚房啊，同埋我哋用餐區嘅收納嘅功能嘅。而呢一種裝修風格咧，亦都可以俾各位觀眾朋友如果係你中意同樣戶型嘅話咧，都可以去參考佢呢種設計嘅。係啦，好，咁再過嚟到客廳嘅部分，咁開間咧都係有3.5米左右，咁所以擺放咗梳化、茶几同埋我哋嘅電視背景牆咧，都係仍然有一定嘅距離嘅嚇，亦都係比較寬闊。咁再出嚟咧，就到呢一個露台啦。嗱，好少市面上邊咧有90零方可以做到個咁大嘅露台嘅。呢一個開間咧已經講緊係有5米左右，係一個非常之寬闊嘅空間啊。而呢一個戶型咧喺6棟嘅方位咧，咁係可以望出去我哋嘅遠處嘅一個鳳凰山景嘅。視野咧非常之開揚。咁但係需要同大家講嘅就係，因為我哋呢一個戶型咧，前面樓下呢一塊地係一個政府未規劃嘅用地嚇，咁所以咧佢未來亦都可能會有啲建築物會對我哋嘅視野咧形成一定嘅遮擋嘅嚇，所以呢一個咧必須要同各位觀眾朋友咧去講清楚。但係目前嚟講，呢一塊地咧個用途係未明嘅。可能仲有幾年時間啦，我哋獲得一個咧相對嚟講比較開闊嘅視野，同埋我哋一個南向嘅朝向咧。咁我哋而家喺一個咁開咗窗嘅方位嘅情況下咧，佢個風通風嘅效果係非常之唔錯嘅。佢呢一個戶型咧就係一個好典型嘅動靜分區嘅佈局嚇。喺客廳嘅另外一邊咧就係我哋嘅靜區。
喺正區，我哋首先嚟睇睇佢個第一間客房先。咁呢間客房咧，大約嘅面積咧都有成8個方左右。佢擺咗米5床，3邊落床，亦都夠位做個大到頂嘅大衣櫃。咁與此同時咧，佢亦都係會有一個玻璃趟門咧，同個露台係相連嘅。咁有一啲比較中意戶外嘅空間嗰啲朋友咧，咁可以用呢一間作為一個客房。俾呢一啲中意即係出嚟露台呢度享受一下自然風呢啲咁樣嘅朋友去居住嚇，咁同時亦都可以作為一個休閒房。好啦，咁再過嚟咧，就到我哋嘅一個客廁嘅部分。咁首先客廁咧其實有個亮點嘅就係我哋見到呢一個開間咧係非常之寬闊嚇，咁所以喺我哋洗手或者進出個廁所或者去房門呢一個空間咧，其實個走動嗰個動線嘅空間咧都係比較寬裕嘅。咁再入嚟咧，就到我哋嘅坐廁同埋淋浴區。咁側邊咧有一個明窗，空間表現上邊咧，呢一個位置係特別出色嘅。好，咁再過嚟咧，就到我哋第二間房啦。咁第二間房咧，其實坦白講就唔算話特別大㗎嚇。咁約摸都有7個方左右。咁呢個方位咧，佢就借用咗埋嘅飄台咧，做一個組合嘅一個兒童床。咁大約係1.2米度。咁空間咧。咁樣運用咧，還係非常之唔錯。咁最重要呢一個房咧，佢個景觀係比較開揚，咁同埋咧會望到我哋遠處嘅一個公園景同埋有部分嘅海景，仲有奇澳島嘅一啲景色。呢一個房間嘅景觀都係比較之唔錯嘅。咁最後咧就到我哋嘅主人套房啦。咁主人套房咧，參觀咗個套廁先。喺我哋嘅套廁呢度咧。第一個淋浴區用咗呢種鑽石嘅形狀嘅佈置，比較慳頂啦，咁同埋佢嗰個空間嘅舒適度咧都係做得唔錯嘅。坐廁嘅位置亦都係寬闊嘅，我哋嘅洗手盆咧都係 OK。咁同埋呢個側窗咧，大家亦都透過鏡頭咧望一望，亦都係有公園景同埋海景嘅，景觀係非常之唔錯嘅，景色係好好嘅。OK， 咁再過嚟參觀一下我哋嘅一個寢區嗰部分。呢個咧1.8米床，3邊落床，夠位擺到頂嘅衣櫃。咁同埋咧，我哋而家望出去景觀嘅視野咧，都係非常之開闊嘅。當然啦，呢個都係一個短暫嘅開揚景觀嚇。如果唔介意，將來咧可能會有啲遮擋嘅朋友咧，可以考慮下呢個單位嘅。咁而家目前咧呢一個則嘅價錢咧，都相對嚟講，比之前個價錢係有所回落嘅嚇。咁如果佢買個95方呢個則，咁講緊均價咧，大約係我當佢係19000左右啦嚇。咁咧佢個總價咧就大約180萬左右。咁以人行嘅質素嚟講咧，佢嘅交樓標準咧都係唔會太差嘅嚇。咁稍後再同大家睇一個115方嘅一啲大少少嘅單位。觀眾朋友，而家嚟參觀呢個同樣都係位於6棟嘅115平方嘅4房單位。好啦，咁我哋入嚟咧喺我哋門口嘅左邊咧，就已經係安排咗一個超大嘅玄關櫃。大家可以睇睇呢啲擺鞋嘅位置啦，上邊嘅櫃桶啦，開放格啦，上邊嘅吊櫃啦，包括喺我哋嘅門口嘅後邊嘅位置咧，都係一啲大型嘅收納櫃。即係從呢個面積段嚟講咧，其實好少可會提供一個咁大嘅一個玄關櫃嘅。好啦，咁首先再過嚟咧，就已經係到達我哋嘅一個客廳嘅位置。咁其實呢一個部分咧係屬於其中一間房嚟嘅，只不過咧喺示範單位嘅設計上邊咧就做咗個改動，將呢一個房間嘅牆身同埋到呢一部分嘅牆身加埋個門口咧係剝咗，令到佢咧同我哋嘅客廳咧連成一個類似大橫廳咁樣嘅空間嘅即視感。呢個空間我哋除咗令到個客廳更加寬闊之餘咧，呢一個部分咧亦都會獲得一個飄窗嘅一個空間。咁亦都可以喺呢一個位置咧望到我哋前面嘅中山公園嘅。咁大家可以睇睇一個小橋流水，拱橋同埋一個好靚嘅山色，仲有遠處個海景。係啦，除咗頭排嘅，譬如160方、140方呢啲大則嘅單位之外咧，仲有公園景望下，咁呢一隻則咧都還係算係值得大家去睇一睇嘅。呢個空間咧，大家可以佈置成為一個休閒區，譬如呢啲鋼琴嘅練習區或者閱讀區咁樣啦嚇。咁再過嚟咧，就到達我哋真正嘅客廳一部分。呢度個開間咧都講緊係超過4.幾米。咁所以咧，你擺咗梳化、茶几之餘咧，仍然有一個非常之寬闊嘅位置，好少有110方咧可以做到咁誇張嘅空間嘅使用率嘅。係啦，咁我哋再出嚟咧，
就到我哋嘅露台嗰部分。呢一個露台咧就同我哋嘅客廳嘅開間差唔多，但係佢個景觀咧就非常之出色啦。咁大家可以跟住個鏡頭咧望一望，喺我哋眼前呢一個方位就係我哋嘅中山公園嚇。咁個山體同埋一啲河流，仲有拱橋，仲有遠處嘅海景咧，組合成為一個咧有4重景色嘅畫面，非常之唔錯。咁如果你中意望靚景又唔需要咁大嘅單位，中意樓下就係公園嘅，咁而110方呢一個則咧，呢一個方向咁係獲得個比較之唔錯嘅視野嘅。咁佢呢一個單位咧，其實係一個南北通嘅設計嚇。咁再過翻嚟我哋呢一個部分咧，就屬於我哋嘅餐廳擺咗6人餐台到我哋呢一個牆身嘅位置咧，仲有空間可以做個大嘅餐邊櫃嘅，可以令到我哋一個收納嘅功能咧，係被大大地擴闊咗包括仲有櫃桶同埋呢一啲酒櫃開放格咁樣嚇。咁再過嚟咧，就到我哋一個大嘅 U 型嘅廚房啦。咁除咗有爐頭位洗切位我哋仲有一個非常之大嘅一個窗體呢一個位置雖然咧就冇乜景嘅，但係如果我哋打開咗呢一個玻璃趟門嘅時候咧，就同我哋前面嘅客廳咧形成一個南北對流嘅效果，喺通風或者採光上邊咧都係有一個非常之強嘅一個作用嘅。咁喺我哋嘅右邊咧就預留咗一個到頂嘅大雙開門嘅雪櫃位嚇。同樣啦，呢一個戶型咧都係經典嘅動靜分區嘅佈局靜區咧就喺晒我哋呢一邊。首先參觀咗呢一個客廁嘅部分先。客廁呢一個洗手盆咧都係做得特別闊落嘅。呢一個位置，我哋左右兩邊咧，仲有接近呢一個30cm 嘅一個距離同埋呢啲鏡櫃咧，都嘅質感咧做得相當之好嘅。咁再入嚟咧，就到我哋嘅坐廁同埋淋浴區。淋浴區呢一個側窗咧，除咗有附送一個飄台係全贈送之外啦，咁我哋嘅側窗咧，亦都可以望到一部分嘅中山公園景嘅。個視野都係唔錯嘅。咁我哋與此相連咧，就到我哋嘅第3間房啦。呢一個房間咧，大約係7個方左右，都係要借用埋個飄台先至咧，令到我哋中間呢個闊落嘅一個空間咧，係會更加出色少少。包括仲可以有啲休閒區擺衣櫃嘅位置嚇。咁呢一個房間咧，都係能夠望向我哋一個中山公園景嘅。OK， 咁呢係另一間嘅客房啦，面積咧比剛才嗰個咧輕輕大些少都係要利用埋個飄台嘅位置，擴闊我哋可以活動嘅空間，都係夠位做寫字台啦，同埋做到頂嘅衣櫃。而呢一個方位咧，都係望向南邊嘅一個鳳凰山景嘅但係未來咧都係有機會有遮擋嚇。好，最後咧就到我哋嘅主人房嘅部分參觀咗佢嘅枕區先。喺入去個套廁嘅左右兩旁咧，就設計咗呢個位置，可以擺放我哋一個衣櫃嚇。咁左右兩邊各兩個，咁各一個嚇。咁男女咧都係可以分開嘅衣物嘅。咁喺收納上邊咧會更加好少少。咁再入嚟咧，我哋嘅套廁都係做得特別寬落嘅。包括我哋嘅一個洗手盆啦，我哋坐廁嘅位置，坐廁咧都係做咗個加大版嘅所以空間完全係冇問題嘅。咁再入嚟咧，就到我哋淋浴區飄窗嘅窗台，同樣地呢一個側窗咧都係有個好靚嘅公園景嘅非常之靚景色採光都係好好。咁再出嚟咧，就到我哋嘅寢區啦。孭8床3邊落床咁床尾都夠位擺呢一個床尾櫃啦，同埋擺放我哋嘅梳妝台。呢一個飄窗嘅景色咧，都係望向我哋遠處嘅鳳凰山同埋一部分嘅城市景色。但係未來咧呢個位置咧都係會有啲遮擋嘅，有機會係啦。咁呢一個115平方嘅總價咧，亦都同大家可以計一計嘅。咁總價咧就係講緊230萬起咁可以買到一個靚公園景嘅單位咁而家目前嚟講咧，115方可以選擇嘅貨咧還有嘅咁如果有興趣咧，可以盡快約到我哋過嚟現場嗰度實地去睇一睇睇下呢啲貨咧能唔能夠滿足到你對公園景嘅一個咁樣嘅需求。咁稍後咧會再同大家去睇一睇啲面積再大嘅一線嘅中山公園景嘅單位。各位觀眾，而家嚟參觀呢個咧就係位於4棟，用一個非常之靚景嘅142平方4房2廳2廁嘅單位。大家千祈唔好眨眼啦，因為個景觀係非常之震撼。進入到門口咧，就到達我哋嘅玄關。喺我哋門後邊咧做咗一個非常之大嘅一個玄關櫃包括放鞋嘅位置啦、櫃桶開放格、吊櫃，
同埋呢一個咧一門到頂嘅大嘅收納嘅一個個櫃體。好啦，咁啊再過嚟咧，已經係到達我哋一個大橫廳嚇。咁啊，相信好少140平方，佢可以做到一個咁寬闊嘅一個橫廳加直廳嘅一個佈置。咁點解可以做到咁嘅咧？其實原身呢一部分咧係屬於其中一間房嚟嘅，亦都係第一間房。咁但係示範單位嘅設計咧，係駁通咗呢幅牆，同埋加埋門口個嗰個牆身同埋門口個位置，令到佢同我哋前面嘅客廳咧可以連成一個咧超過5.5米嘅大橫廳嘅開間。而呢一個部分咧，亦都可以做到我哋一個休閒功能區嚇，咁包括書台啊，或者係我哋嘅閱讀區啊，都係可以嘅。除此之外咧，亦都獲得一個咧落地嘅非常之寬闊嘅玻璃窗啊，咁啊推開呢個窗，咁就可以同我哋前面咁靚嘅中山公園景咧嚟一個親密嘅接觸啦。咁啊，再過嚟睇睇我哋嘅客廳嘅部分，呢一個空間咧，其實都已經係超過4.5米啊。咁所以咧，我哋擺放咗梳化、茶几到我哋嘅電視背景牆，仍然係一個非常之寬闊嘅空間。咁呢一個140平方，佢最大嘅特色當然就喺佢個露台可以望到我哋嘅中山公園景啦。大家可以跟住鏡頭出嚟望一望，呢個就係傳說中嘅中山公園啦。嗱，呢個公園景佢係有幾大特色嘅。首先喺我哋最近嘅部分咧，係有一條生態嘅河流，係啲活水嚟嘅。喺河流上邊有石拱橋，跟住再過嚟咧就係到達一個內湖嘅部分啦。上邊咧有小橋流水，亦都有涼亭，組合咗一個非常之靚嘅景色。而喺我哋正前方，亦都有一個小山丘，再遠處咧就係一個無敵海景啦。喺整個珠海香洲區啊，能夠擁有呢一種河景、湖景、山景加埋海景嘅咁樣咁特別嘅4重景色嘅樓盤咧，人行濱海灣係僅此一個嘅啫。咁所以喺我哋呢一個140平方就可以俯瞰眼前咁靚嘅景色，真係非常非常之難得嘅。咁而個露台部分咧，亦都係非常之寬闊。咁亦都可以透過鏡頭咧，俾大家感受一下呢一個差唔多有5.5米嘅一個非常之寬闊嘅巨幕露台咁呢一個咧，亦都係同剛才所見到嘅客廳嘅休閒區咧，可以連成一個部分咁就可以將咁靚嘅中山公園咧盡收我哋眼底嘅。好啦，呢一個戶型咧，佢係一個南北通透嘅設計。咁因為喺我哋嘅客廳對連接佢飯廳，再過到我哋嘅廚房咧，其實都係有一個窗嘅。咁如果推開咗佢嘅話咧，就形成一個南北對流嘅效果。咁我哋先睇翻呢一個餐廳嘅部分，呢個係擺咗個8人餐台咁我哋喺我哋嘅左右隔離咧，仍然獲得一個非常之寬闊嘅空間。咁再入嚟咧，就到我哋一個廚房嘅部分啦，同剛才睇過115方嗰個空間咧，其實相對接近嘅。同樣呢個側窗咧都係冇景嘅，主要功能咧係愛嚟通風同埋去增加我哋一個室內嘅採光嘅功能。咁但係功能性上邊咧，呢一個廚房咧，絕對係能夠滿足到大部分人嘅所需，包括我哋一個爐頭位、洗切位非常之寬闊，我哋一個星盤設計。以至到我哋一個擺雙開門雪櫃嘅位置都係非常之闊落嘅。嗱，呢個單位除咗剛才被改動咗個房間之外咧，咁所有嘅房咧都係個動靜分區嘅一個安排。咁再過到嚟呢個位置咧，屬於我哋第2間房啦。入到嚟呢個位置咧，可以擺放我哋嘅一個衣櫃。再過嚟寢區，1.5米床3邊落床。有個大飄窗。咁而呢個景觀咧就相對會少啲嘅，主要望翻我哋樓下嘅內園景啦，係咪同埋一部分可以見到嘅遠處嘅山景。咁再過嚟咧，就係另外2間房啦。咁睇埋佢一個客廁嘅部分。好少可見到有咁大嘅客廁嘅洗手盆嘅。咁可惜就做咗個單星盆啦。咁但係佢左右個位置咧各有40 cm。加埋個鏡櫃，空間咧係非常之闊落嘅。咁再入嚟咧就到坐廁同埋淋浴區。而淋浴區呢個窗台呢個側窗咧，亦都係可以直望我哋一個中山公園嘅湖景非常之靚景觀非常之出色。好啦，咁再過嚟咧就到我哋第3間房啦。呢間咧可以作為兒童房或者係其中一間客房都係可以嘅，1.5米床3邊落床
有一個擺衣櫃嘅位置。咁與此同時咧，呢間房嘅景色咧都係好靚好靚啊！俯瞰整個中山公園今日嘅天色咧雖然唔係話好靚，但係咧同我哋嘅公園組合埋一幅畫面咧，真係非常之震撼嘅。好啦，最後咧就到主人套房啦。反而主人套房咧，佢個景色就冇剛才嗰客房咁出色啦。咁首先參觀咗佢嗰個套廁先。咁喺套廁呢一個部分咧，可以好似佢咁嘅佈置咧，做一個 L 字形嘅步入式嘅衣帽間嘅。咁再入嚟咧，就到我哋一個套廁啦。呢個套廁空間老實講唔算係特別誇張嚇，坐廁同埋我哋一個星盆嘅位置空間係足夠嘅。最震撼咧就係佢呢一個浴缸加埋呢個270度嘅飄窗，亦都係可以俯瞰我哋嘅公園景。雖然角度就冇剛才嗰個房間同埋我哋嘅主景觀露台咁靚，但係我哋呢一個方位咧，仍然獲得一個超開揚同埋無敵嘅一個公園同埋海景，都係非常之震撼嘅。係啦，咁再過嚟寢區部分，呢一度咧就反而冇剛才嗰個其他嘅空間咁大嘅一個景觀嘅優勢，主要咧係提供翻我哋一個休息嘅功能，2米嘅大床。床尾仲可以擺凳或者係擺床尾櫃。呢個飄台，咁呢個方位咧都係望翻我哋南向嘅一個鳳凰山景嘅。咁但係咧目前我會見到隔離座會有少少遮擋，同埋未來喺遠處呢一塊空地咧，亦都有機會咧對我哋嘅景觀造成一定嘅遮擋嘅。呢一個單位咧，佢唔係每一個房間都獲得咁靚嘅景，但係咧我哋嘅主景觀露台，包括我哋部分嘅房間。都係能夠獲得一個非常之靚嘅景，而呢一個142平方嘅單位咧，佢個總價亦都係有啲優勢嘅。咁而家咧講緊大約總價咧就去到400萬左右起步咁可以買到個咁靚嘅公園景。你覺得呢個價錢吸唔吸引咧？可以喺評論區同我哋去講講嘅。咁稍後咧再同大家睇一睇人行濱海灣最震撼嘅樓王單位，亦都係最大最靚景色嘅單位，160平方。稍後我哋再同大家去分享。我哋最後嚟參觀呢個咧係人行濱海灣最殺食嘅樓王大單位，163平方大4房單位。好啦，咁入嚟玄關位置子母門嘅設計，開咗門之後咧，我哋嘅成個門口開間嗰個空間特別闊落。咁再入嚟咧就到達我哋一個玄關櫃，我哋嘅鞋櫃啦。櫃筒啦，上面嘅收納櫃啦，同埋呢一個到頂嘅大嘅收納櫃，空間咧都係非常之充足嘅。咁再入嚟咧，就到我哋個大橫廳啦。而呢一個橫廳咧，佢個寬度咧係超過6米，大家可以感受下呢一個超大嘅空間，空間感咧非常之出色。咁當然呢個單位咧最賣點都唔係佢呢個大橫廳，而係佢哋眼前呢一個咧一幅畫咁靚嘅中山公園景。咁大家可以跟住鏡頭咧，出嚟感受下呢一個樓王點解佢會叫做樓王嘅原因。成個中山公園就係喺你個眼皮底下。我哋近處嘅一個河流啦，呢個人工湖啦，小山丘同埋遠處嘅海景組合成為呢一個咧非常之靚嘅中山公園。而我哋望向呢個公園咧，亦都有一個好清幽嘅一個聲音嘅環境。我哋只會聽到樓下嘅一啲雀仔嘅叫聲。非常之清靜，咁特別一啲即係中意公園中意望靚景嘅朋友，呢一個160平方嘅單位咧係非常之震撼嘅。咁當然佢亦都係有一個好大嘅露台，剛才忘記咗同大家睇一睇。咁再大家可以跟住個鏡頭咧，再去感受一次呢個露台嘅寬度，巨幕一般嘅露台佢嘅設計咧就係俾你可以將整個咁靚嘅中山公園景，仲有遠處嘅海景，可以盡收我哋嘅眼底，成為我哋嘅客廳當中嘅一幅畫，所以真係非常之震撼。咁而呢個單位咧，亦都係整個人行濱海灣咧賣得最貴，同埋佢係賣得最好嘅單位嚟嘅。而總價咧，亦都係要去到500萬左右。咁但係咧，而家剩低嘅貨咧已經好少好少，只有一啲2、3樓嘅低樓層，同埋一個31樓嘅高樓層。咁剩低嘅貨就得咁多。OK，咁再過嚟睇睇啲房間。咁首先過嚟咧就到呢一個客廁先。
廁所加埋呢個淋浴區。咁而我哋呢一個部分咧，就係一個洗手嘅洗手盤嚟嘅，係完全一個乾濕分離嘅設計。咁啊，再過嚟咧就到達我哋第一間房啦。而呢間房咧，老實講就唔算話特別大嘅，咁大約有6個方左右。咁用嚟做一間書房，佢個空間咧就綽綽有餘啦。我哋嘅飄窗咧就係望翻我哋嘅內園景色。呢個方位咧係可以望到部分嘅鳳凰山景嘅。咁啊，再過嚟咧就係我哋嘅第二間房啦。呢間房咧就輕輕大啲，咁大約去到8個方，1.5米床，3邊落床，夠位擺衣櫃，同埋亦都有個大嘅飄台啊。咁啊，主要都係望翻個內園景色同埋部分嘅鳳凰山景。咁啊，再過嚟睇睇我哋個客廳相連嘅廚房啊。佢係做咗個中島台，再夾埋我哋一個餐台，餐島一體嘅設計。佢好有效咁樣利用翻我哋廚房嘅操作同埋個餐廳嘅一個位置所以咧佢嘅觀感係非常之出色，同埋質感亦都係做得相當之好嘅。跟住咧廚房咧係一個大 U 型嘅佈局喺我哋呢個位置咧就係一個擺放雪櫃嘅位置。咁當然咧呢個係非交付嘅喺我哋側邊咧亦都係有啲收納櫃咁各位觀眾朋友可以參考佢呢一種設計，將個雪櫃咧收埋喺入邊。咁下邊嘅地櫃同埋吊櫃咧都係有噶啦，中間爐頭位下邊亦都有洗碗機。最重要呢一個星盤嘅位置咧，同樣都係透過我哋呢個大嘅側窗咧，可以望到我哋一個中山公園景非常之靚，無論採光景色都係一流。咁啊，再穿過我哋嘅客廳咧，就到我哋另一間嘅套房同埋主人房。咁我哋睇咗佢呢一個套房先啦。套房佢呢一個廁所同埋沖涼房咁都係採用咗一個鑽石型嘅佈局，座廁同埋咧一個星盤嘅位置。咁採光咧都係比較好嘅，景咧就爭啲噶啦。呢個係啦。咁啊，寢區部分1.5米床，3邊落床，夠位擺衣櫃。而呢一個部分咧，亦都係可以望到我哋一個中山公園景嘅非常之開揚。而呢個方位咧係望到比較多嘅河景同埋一個湖景當然海景咧都係有嘅。咁再過嚟咧就到我哋嘅主人套房啦。反而主人套房嘅景色咧就冇剛才嗰個客套房咁靚參觀咗佢個套廁先。佢採用咗雙開嘅佈局喺我哋右邊咧就洗手盤同埋座廁同埋一個飄台。咁右邊咧就係一個步入式嘅企缸同埋浴缸啦咁亦都係一個大嘅飄窗。呢個方位咧我哋獲得有2個景觀。咁呢個方位望過去咧，其實係一個比較開揚嘅視野，前面有啲別墅景亦都有部分嘅湖景呢個角度嘅湖景會望多啲。咁呢個方位咧可以望到少少嘅鳳凰山景唔係好多嘅OK。咁再過嚟咧，呢度就係一個衣帽間啦非常之寬闊嘅空間。咁如果有啲朋友咧中意即係做一個門嘅話，亦都可以將呢一個衣帽間咧完全係做一個隱藏式都係 OK 嘅睇翻大家嘅需求。咁再過嚟咧就到我哋嘅寢區啦，非常之寬闊嘅空間，2米嘅大床，3邊落床，到我哋嘅床尾一排嘅梳妝台包括到我哋嘅開放格位置非常之寬闊。而呢一個部分咧個景觀咧就冇剛才嗰個套房咁出色啦主要望翻我哋嘅內園景同埋遠處嘅鳳凰山景呢一個咧就係160平方樓王超靚景單位嘅情況。咁而家佢個價錢咧講緊就係500萬左右500萬左右。咁但係所剩低嘅貨咧都唔多啦，講緊就係一啲2、3樓同埋一個31樓，就係得呢3間，亦都係整屋苑咧佢賣得最好嘅一個單位嚟嘅咁咧，如果有興趣睇呢啲單位嘅，咁可以快啲同我哋預約嚟到現場望一望。咁稍後咧再同大家去講對比分析下而家整個項目邊啲戶型咧比較值得我哋去關注，稍後再同大家詳細講。好，各位觀眾朋友，咁同大家回顧一下，我哋剛才咧其實 total 睇咗4個戶型嘅，就95平方嘅一啲大3房，同埋115平方嘅4房，仲有靚景嘅140平方同埋160平方。4種唔同嘅積，咁而呢幾種積咧都係各有優勢嘅咁如果你真係中意呢種咁靚嘅公園景，咁中意咁開闊嘅一個空間嘅話咧，咁當然就係160平方呢一個係首選嘅。咁亦都解釋到點解佢呢一個160方賣得咁快而賣得咁好。咁而求其次嚟講咧，就142平方嗰個4房單位咧，同樣有類似咁樣嘅景觀，有部分嘅房間咧
亦都係非常之唔錯。咁但係咧，佢個戶型咧係有少少地方咧係有少少缺陷嘅嚇。咁譬如我哋嘅廚房嗰個側窗啦嚇，其實係冇景就望住一幅牆嘅。咁而有部分嘅房間咧都係冇乜太多嘅靚景嚇。咁作為一個140平方嚟講咧，咁呢啲地方咧其實有少許被扣分。咁但係咧仍然係掩蓋唔到佢一個非常之出色嘅景觀同埋空間嘅表現啊。而價錢方面咧，亦都會略略低少少啊，去到400萬啊，鬆啲咁就可以買到個咁靚嘅一個單位啊。咁當然，如果你唔係話一定追求咁靚嘅景嘅，咁如果去到話我價錢再平少少，115方，其實都係相當之唔錯啊。咁包括我哋剛才示範單位，其實你出去望到我哋右邊嗰個景觀視野咧，都係非常之出色嘅，而個價錢亦都會親民好多嚇。咁而最平嘅咧就係95平方呢個3房啦。呢一個咧景觀咧，老實講佢而家見到嘅山景，未來係可能會有遮擋嘅咁只能夠適合一啲對景觀冇乜特別要求，但係中意呢度周邊環境，即係需要我哋平時需要去公園散步，亦都中意人行呢個品牌佢所營造呢個社區嘅氛圍感，又唔想俾太高昂嘅價錢。咁而95平方咧就適合呢一部分嘅人士咁如果你會中意邊一個咧咁我歡迎咧大家可以喺評論區咧講俾我哋知嘅咁當然呢一個單位咧而家賣緊都係非常之快因為最近個價錢咧佢哋都做咗少少嘅調整比較之有優勢嘅咁如果你想睇啲靚景單位，咁就要盡快約我哋嚟到現場去望一望啦，好嘛？今期節目就傾到呢一度啦，我哋下一集再見。